在西亚和东欧交界国家 Georgia， 因为国会大党利用色彩的优势，自托通过一项境外代理人的法案。这条法案是授权政府会使审查媒体甲言论，引起百姓反弹，造成大规模示威。这警方是出动水炮、催泪弹来甲示威的人赶走。警方出动水炮车、下催泪加速，甚至发射震撼弹，想要把示威的民众赶走，并且逮捕几60个人。因为乔治亚国会伫拜三议会表决，以83票对23票压倒性优势，力托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Absolutely ridiculous and stupid things to do in this situation right now when you are seeing people this many here, and we are gonna stand till the end. Till the very end. It's what we are afraid of more, being gassed, being beaten up, or losing the country. 伫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最近因为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想要通过境外代理人法案，授权政府单位对媒体甲言论进行审查，民众反对的声音真大。因为若这项法案通过，任何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加媒体，只要对国外摕到超过20%的资金，就必须登记真侪境外代理人，若无将会被罚款。互外界叫做是未整肃无共意见的俄国法案，因为俄罗斯进前也通过类似法案来限制独立的新闻媒体。乔治亚嘛正想要加入欧盟，去年12月已经得到候选国的地位，同时也积极寻求要加入北约。但是这项法案，让人看到因国内政治的两极化，执政联盟乔治亚之邦掌握到国会150席内面的84席绝对多数。甲反对派一个亲欧盟的现任总统严重的对立，包括欧美等西方阵营拢对这项法案提出批评。这项争议的法案按算伫咧5月中要进行三读的表决，了才会成做正式的法律。Large part of public they think that Georgian government doesn't represent anymore the Georgi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it's basically represents the interest of oligarch who has some close links with Moscow. 乔治亚伫1991年脱离前苏联独立，军队伫咧2008年想要压制甲俄国相化两个地区的独立运动，甲俄国发生南奥塞梯亚战争，所以大部分的乔治亚民众对俄国拢真反感。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乔治亚更加加入欧盟甲北约写入宪法，有80%的民众支持。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